頭先嘅音頻係 IMS 軸承磨損之後引發部件故障發出嘅聲音，涉及嘅車型由996至997.1、986至987.1，即係年份喺08年之前嘅。咁點解會出現呢種聲音呢？簡單嚟講 ，IMS 軸承係發動機正時鏈條嘅小支架，確保鏈條按正常軌跡運作。由於設計嘅原因，IMS 軸承係密封嘅，使用潤滑劑，潤滑機件唔符合高速運轉嘅設計要求。潤滑劑潤滑效果變差，直至乾磨，甚至卡住，牽連鏈條都卡住。最壞嘅結果係要面臨大修發動機。咁又有咩方法可以避免呢種問題嘅出現？首先喺日常駕駛中要多留意發動機是否有異響，但係初期磨損產生嘅異響比較輕微，驚自己唔識判斷有冇異響嘅話，建議採用第二種方案，用車架號碼查詢是否為存在問題嘅批次，並進行預防性維修。我哋智運行港珠澳保時捷服務中心對 IMS 軸承維修有豐富嘅維修案例同埋經驗，有多種維修方案可供選擇。歡迎提供車架號碼俾我哋查詢是否為問題存在嘅批次，提早排除隱患。